好了，哦，好比有位贵子，为是高山绿色，带得好，带得妙，真是妙极了，妙极了。哎呀，献丑啊是献丑。咦，小姐看你呀！我家相公本来就称最美人，提起最美人，这要从我来，小姐啊，你倒说给我听听看。这样么？待百女长看不清，此日令人不可惜。爱见世人而闻须，立可观当上半美人。凭我老祖这上岸，我叫你立是仙女音。凭你这上情是爱，我立在你面前也分不清。不要说你在面前看得清，哪怕在人穷之中能将你认。好，今夜这逢元宵，大是灯火辉煌，有人自责。你可怪在这人群之中一死，这有难要个地方。3月的3月的就是3月的。好，你先走一步，我给白玉进来。妈，小姐呀，我上神出门，你别怎样？莫非老祖有意大赌？赌过小小东道，助兴助兴。你要赌什么啊？文银100两，死了可不能浪。金元结账。好，老祖今夜3月台上见。小姐啊，请早备好东道钱。回来。来了！定是小酒加班。大嫂请了，请了。别
及鱼龙找女生，倒也一等向3分，让我也开开他的玩笑。大嫂，你可是找人啊？找贼呀！关你什么事啊？不要装腔作势，可是来找我啊！你管处处找流氓，58道挖地道，3不1里你记牢，送官举判顶风上。他想用官府来喊我。送官举办我不怕，倒是你男扮女装才不想。谁来扮女装啊？带来倒有3分香，这是年纪他也老，这样那样就没人快来到江就拉拉。什么周姥姥王姥姥，谁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我在这里写过了，写什么？写你100两银子啊！100两银子？大丈夫得得到，不得起。是就是赢别赢，万丈什么糊涂啊！你这人真疯了！就是我疯了，也不放过你。你再这样，我可要叫人了。要你也不敢叫，就是要叫，我万事为你要100两银子。林生，永香，你在哪里呀？哎呀，我在三友台上找你呀。哦，快下来吧。来了。哼。真的不是小姐假扮。还好，细细闹出事来。又来一个，他故意将背找我，分明做着心虚，定是小酒。这一次可不会错了。小姐啊，不是我老子夸口，只要一见你背影，谁知道是你？办得美极了，真有人有了一自由，必有绣花之貌。不是我老周，怎能认得出你是个男人？谁是男人？你是男人。你是什么眼睛？连男女都分不清。还只求文明，心里有数。你瞒得过别人，瞒不了我老周。小姐啊，这一回你死了。什么死了？好了，不要装腔，100两银子快拿来。啊，100两银子？你这人为你从不相识，是什么银子不银子？快让我走！快让我走！来人啊！什么事？你怎么来得这样晚？我在这里等你。他女无人知，说我是男扮女装，还问我要100两银子，来时我不放。
看这人躲躲藏藏，绝非好人，待我拉他接滚去。小哥，你看我的眼睛别别，这是出人了人，还望小哥原谅。你又不是瞎子，分明有意吊销。是啊，这里灯之会望，你又不是瞎子，分明有意吊销，可恼可恼。小哥，你看我的眼睛不闭，万请原谅，万请原谅。哼，空忙之徒，竟有此非礼之音，岂能原谅？走，接过去。相公，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就放了他吧。这位大姐说得有理。好，放了他吧，我们快登去。下次再要这样，就不轻少。是自出于阴，岂能再晚？多谢这位大姐，不必客气。下次看人不可是此路嘛。是。小舅这么晚不来？这位姑娘好不失礼，我娘到哪里你记到哪里，究竟是何道理？咦，岁月的乃是宫中之地，你能看得，我真不能看得。你看，今夜随我这只山倒霉，这只山。啊，你莫非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祝枝山大爷呀？哎呀，小女子真是冤案不是他山，失敬啊是失敬。你这位姑娘是谁？小女子家子的亲。乃瓜是此面容。哎呀，刚才言语当得万请原谅，奴家只想赔礼。奇怪，不罪。这是我的眼睛不好，这一次可没有来人，谢谢呀，又要闹出笑话。周大爷为什么不见周相公到来？他即刻就来。徐大姐啊，你时常进出他家，可看见周相公扮过美女啊？你说的是周相公男扮女装啊？是啊。哎呀，这桩事情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三明四白。当年相公扮女装，是我亲手敲手掌，他头上发髻与我挽，上缝之花我插上，一面是
分与我们，两条绿梅我瓦上，上下一群与我猜，左右陪伴我带上，左右相邻人不出，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的风雨望。情绪来传达，引人生出真模样。不是虚大花翻口，我要等他一日翻张。真的？谁来骗你？哎呀，徐大姐呀，与你这是了吧？就像公鸡呀扮女装，让我当面人情伤。这因爱情不便当。请求大姐来帮忙，捎带他上到此来，请你对我一讲。这种事情我不管，事情了谢你，谢我什么？徐大姐啊，你既然答应我，应该仔细的看望。不要急，不要急，我啊，只要坐在这里眼睛一闭，就知道他来与不来。哦，倒看不出你有这样一套本领。哎，哎呀，这下过来了呀！他在哪里？他在台前。哎呀，怎么不急？他已经上了楼梯。哦，上了楼梯。哎呀，我这万事不急。小姐呀，你这举美人呀，真是当之无愧。老子敢把下风，哎，敢把下风。哎，老周，这一次你死了。哎，我死了。将士们呐，漂亮的美貌姑娘，替大爷抢两个回去。来，光天化日经过强抢命运，万不与我此死。好一个标致的姑娘，美呀美，美到不可那我的美，美而又美，这是真是说不出来的美呀！切切，大爷看中了的，小的抢他为夫。慢，不许动手，怕忘了姑娘。是，忘了他们。走。姑娘，你姓什么啊？我家大爷问你姓什么？哎，
我姓许。许什么啊？我叫许大。这声音好似流浪文音。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请我房。为何一人出来看灯？哇！哎，我娘与表兄同来。哎，你那表兄呢？他开灯急散了。笑什么？滚！姑娘不必担心，我是兵部常侍之子王天宝，谁人不知哪个不孝？姑娘不妨随我为夫，明日差人送你回去。我不去。雷阳，保护着姑娘，为不是。没得去过的贼，配下王彪来与我掌灯。是。美人儿啦，红红追人啊像昂道，微微绿眉是我梦，呜呜青丝字莫高，细细声要洒绿了。哎呀，美人儿啊，你为何替我避而远之啊？我怕你。怕我？我不是同你一样，冬天为狼，热天同样为热，有耳朵，有眼睛，有鼻头，有啥个可怕呀？人家都说你是老夫，老夫要娶人的呀。哎，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就是这种异国情so可怕。哎呦，这话倒有些理耶。哎，美人。王老夫他说心高照迷心强，周文静有心与他去开玩笑，大爷民间女子冒出吕大爷，未免太怕呀！许大姑娘啊，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见是良机他去瞧，谁有的想恰讲元宵灯做月郎，说什么从此配人月娘娘，我看你呀
困在当场。我母亲正如万山来高峰，我天宝再也故人冒风雕，真是只不敢照进士，不就冒去。我吃的是龙骨，穿的是凤毛，吃的是高粱，混的是黄标。也是你靠车沐浴前世手，今生加上了好运到。王彪在，刚吩咐下去，挂灯结彩，摆酒设宴，大爷与许大姑娘今夜要人请八堂在。要得在，慢了慢了，怎么娃娃没有讲完就要摆堂人请？太香是，与娃请讲吧。生意的呀，高德宝他肉厂里面做大夫，啥子这样水多娘，小小杜甫知道我送些银子欢迎啊是了。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高德宝力气大，脾气差，怒火上身为动刀。你若比他把魂腿，他对准你耳聋手一拉刀，把我当自在呀！哼！我王家四大妹的高，我怕区区高得拉包。他关心是早上门，我送他进关去坐牢。嘎滚嘎半子靠，唱啷一条没连条头上头。管他3年再从军，叫他一命福音啊走，从此你跳着地鸟登天堂哎，我与你把的一同到老，同到老啊！
王彪，快吩咐下去，挂灯结彩摆酒设宴，今夜大爷许大姑娘真请发堂噻。是。慢了慢了。哎呀，我还有娃呀！哎呀，我在湖里面，你在市里，王彪小人高抬，你就站在这里。是。那有王，快讲吧。许大姑娘，多情种子望天报，天上菩萨也知道举子是文人老人。从不撒花哎呀草身心体贴多文人不发呼来不气恼你这打我不为谁你这骂我微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哦，你真的有这样好啊？你这不信，可问王彪？王彪，你说对吗？大英说的是，大英说的是。我不信，遇到业绩是真，耳闻是虚。这，你这不信，我可以当起你看。哦哟。大爷，你现在的护卫到哪里去了？哎呀，女人家嘛就喜欢这一套，到了手嘛，这做道理呀。好，到了手这做道理。姑娘，你看可好啊？哦，王彪，快吩咐下去挂灯去才摆酒设宴。慢了。哎呀，我还有娃呀！哎呀，你怎么有这许多娃呀？摆了堂再讲娃，讲好了娃再摆堂，先摆堂又讲娃。王彪，快去！是。哎，喂！王彪，我就等在这里。那么有娃，快讲吧。
清八大，要等明早。渐渐日子多一年，真情一定要在今宵。我已经设法他正道，再开玩笑要是糟糕。哎呀，大爷，正月十五是元宵，这个日子再不好，我句句是个算命人，其实凶人他都知道。正月十五出远门，白路一定要女进。有这么厉害呀？是有些怕人啊。那一年之间呢？与我自己要等明早。那今夜呢？今夜你先送我回去啊。明早明早你怕花轿来迎娶我啊？有了！今夜我陪你到我妹妹房中去，寄送一宵，你看可好啊？可好啊？你妹妹啊？我妹妹这总不委屈你了，不委屈你了。他妹妹秀英生得强，杭州才女在不小。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做姑妹，王老夫他种种把婚事来做鸟，想不到天下是真与这不巧，今晚相逢在今宵。姑娘，你看可好啊？可好啊？怕有些不便。明天就是亲戚了，还客气什么啊？还客气什么？亲戚？对呀，明天就是亲戚呀。王彪在张灯带路，送着小姐归王。
深更半夜来此何事？啊，有一姑娘要为妹妹介绍一下。平时他又把两家妇女抢来，鸟有苦人有家，为何要向我介绍？这妹妹实质底细，隐然不一，待我骗她一骗。啊，妹妹呀，姑姑放在去看花灯，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好伤啊心。姑姑心中顾不在我走上前去，为暖意，这是表兄妹困得走实在，啊，回家之路人不清。我也差人送他去，无奈一生路难移。一次我对他只一笑，好妹妹呀，你一个方便他答应。我看你呀，莫非上大心有点靠不住。哎呀，妹妹啊，这是我把他抢来，我为啥要陪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呢？他来见过小姐。去见小姐。既是此，就让他留宿在此。多谢妹妹，多谢妹妹。哥哥，时光不早，你可以走了。妹妹啊，她是乡下姑娘，不懂礼貌，你要照顾照顾她啊。咦，你怎么还不走啊？妹妹啊，明天一早我会在上楼陪她下来送她回去，你千万不要让她自己回去啊。兰香，小姐，宋大爷出房。姑娘，随我来。年月似山去不返，空待明月太重身。见小姐房中灯火微星，莫非他还没有安在呀？哎呀，听他叹息什么？见那姑娘好风闻，表兄与表妹同款待，我虽因
就好了。你若真心来相爱，这还为是假，哪里是个他人传记书中心？哎呀，看来小姐有意于我，可有妙啊！我空对世家往事叹，身在两地他真自己知道了。一尘挂衣，一尘机，清晨一日不旅尽，瓜子瓜，姑姑不为妹妹想，等到那陈老子我去家无人。我以为王夫们总一条心，有才子沙土里边徘忘记，虽因一片真心爱，我追上前去十分明。去嘛，此事不可他马身，万须当面是真情。嗨，是我姑娘，你还没有在？我怕得很。怕什么？没上地方睡不着，还是让我回去。哎，姑娘，事业一生怎能去的呢？啊，反正我心绪不宁，也不想安在，我们还是来谈谈吧。请坐。多谢小姐。姑娘，你家住哪里？小姐呀，是缘不缘，情不情，离此呀一三里里，情无法开的无点。
谁是没有兴趣的？哎，姑娘，还有什么人家？没有了，没有了。他为我不讲最不的，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哪一家？姑娘，你快说。姑娘，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啊？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里里哇哇谁都无一不知。那周文斌他怎样啊？我想我周文斌啊，想你周文斌我说错了，我想周文斌啊，他才是满腹文章才是经，婚姻大事却不人非，看中上司千金女，听说名叫王秀英，才知小姐太虚荣，因他家境太清贫。哎呀，冤枉啊！哎呀，他婚姻不成就有恨，一场大病长了身，足足病了3个月，瘦得像个苦日根，看来性命是难挽救，不在死不在死里有风声。没有事啊，莫非小姐你呀也有爱周相公之意？那你就该早就说了。哎呀，小姐若是真心相爱，那你就该托人传见诉衷心。你要亲手叫去周相公，一定送到。哎，阿三姑姑往天放，真天不做好事情，实在外面抢名誉，抢故事进了门，事事趟着传出去，叫我今日真做人，我撩起路穷出房去，要与姑姑把礼品慢啊，小弟千万不能去了花儿忘自己，小弟既在文兵也
王秀英，今日归来悄相会，也是你我有缘分。婆婆定下把头呀，给了恰你我一片心。听他一来啊，似彩，句句娃儿当动心，姑姑买娃不家里去了，反而话事情。王秀英为周文斌，非亲往日是迷生。今日巧为在绿台奴伯，相对名誉虚终身。公子既是真心相爱，就该是啊，就该对。王彪在请帖可曾发出啊？请帖吗？没有啊！哎呀呀呀！该死的奴才！花轿准备好了？没有。彩果水呢？也没有。哦哟，混蛋混蛋！该死该死！大英，小的不是不听大英的吩咐，此事没有禀过老夫人，怕什么？花轿一到，我客一来，真情霸道，还怕母亲不答应啊！快去！是。回来。官府升堂要插油帮忙，大爷结婚嘛，细细为王。对。将请帖送别杭州人，留了一个也不行，也不行。不能官税胡上顾，不能轻拔胡司令，不能人手不人手，不能他日富裕病，不能导致和你过，只要他能送人情，送人情。对。前夫礼让多出动，一路踩当不留停，当花轿要考究，16个轿夫抬进门，抬进门。大英不16个轿夫抬官在呀，8个轿夫是去请，是去请。喂，去
是。你怎么又回来了？外面有人求见。大爷亲自辞忙，一概不见。速这才知这次山求见，这次山。哎呀，此人调转见客，甚是难容。登门而来，一定有事求我。不见是。人到来访，岂能不见？先下比名讲，再迎相见礼。原来是书记这次山，阁下是杭州王天宝。哦，舅娘，舅娘。请问王兄，府上挂灯结彩，不知为了何事啊？小弟大喜。哦，原来是王兄姐姐，恭喜恭喜！但不知是哪家千金啊？这小问题是哪家千金么？不错啊。早在元宵开花灯，遇见一位美呀佳人，说不定是长我下万来，要不然是仙女下万人，是我一见手中情，我马上将他请进门。是抢进门的，是请进门的请这位家人可答应？就是不得真为不答应。啥不拉是他跪在我面前哭一句我还要考虑3天再谈情。王兄开灯奉喜事，我昨夜开灯照不应什么不应我与夜里举文兵，那一宿洞影开了花灯，正在看到高兴事，突然有人来纷纷，哭的哭来叫的叫，原来是一张老夫唱经真今日老夫唱经在，小的是为何自尽这招老夫凶险狠，那吊金把我看为是本，身在王兄差不拉多，真将小弟逼出生，再出生东张西望要吃拉人，一眼看见酒呀文兵，那么大叫一声给扑上去，抢了徐徐忙到奔，有人看见再出拉身，匆忙到进了王府命到进我家不错
没有啊，有人亲爱看见。哎呀，听他话中有词，分明是在说我啊！不对，我抢的是位美人，他说的是个男子。哎呀，带我去问个明白啊！这兄啊，那老夫抢的是什么来人？是我爷的周文斌。周文斌他是男子啊，嘿，那老夫男女分不清啊，只怪他家长办得香啊，落在府口送了命啊，听他话做事有因莫非我昨夜抢的是周文啊斌？既是老夫毕竟王府大门，小弟告辞。祝兄且慢。为了何事啊？请坐，请坐。啊，这兄，昨夜周文斌果真家长美女，前往看灯啊！是啊。糟了！哎呀，糟了！我妹妹，你妹妹怎么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莫非这样，王兄把周文斌送到你妹妹王中去了？王天宝，你好去到外面50去，告诉啊！周兄，周大师，周老爷，周大爷，要是该是心事啊！王彪，家园，王彪，家园，大
小姐归来去。从天降新皇家人唱归王，姑姑你早，大爷你好早啊！看她这样漂亮的身材，分明是个女人，说怎么周文斌加班？哎呀，我先去上了竹子山的当啊！姑姑请坐啊！大爷请坐。哎呀，看他脚踏实地，分明是个男人。哎呀，妹妹她，哎呀，此时不能与对妹妹出事。姑姑，你说话为我吞吞吐吐。妹妹，你到他是人啊？对我弟弟许大姑娘呀。对我弟弟许大姑娘。咦，是你自己打他上楼来的，怎么反问起我来了？是啊。哎呀，幸亏妹妹上位得知，带我带她下来去吧。来，快带我下来去。妈，这位姑娘为人很好，我想留她多日几天。留下去啊！哎呀，完得了，去。今日子小生去告辞了。哎呀，你说看，咱们这个周文斌，哎呀，周文斌昨夜吵到政府司头来，请王兄原谅。你快被我快走，不去。起来，你好，马生姑姑她夫人为非做对虚应，虽来本是王经理，归是王家聚拢的，可是三尺东南人呢，就是那不动人心不用神。是啊，你不在死亡请公道，不做卑微强女人，男扮女装看不成，还要送他到归律门。我自从出得娘胎门，虽为人出过一步门，不男人说句话，把不知把观世音，清白伶俐都称赞啊！说我是三真四德三真的鬼奇经，今日名声百里外，总算是头日媳妇，一媳妇亲。妹妹，兰香，小姐，请老夫人。是。妹妹啊，我若是知道他男扮女装，我杀掉也不会抢他进门。哼，你可知女人家名声最要紧？这件事我岂肯关心谁把人？头上青菜老娘亲，分清是非把利弊。
妹妹娘娘，我看，哎呦！表弟，老夫人来了。母亲，女儿为了无事，你去问他。儿为了无事，你去问他。你是何人？怎会来到我女儿房中？你去问他。哎，究竟怎么一回事？母亲，他是男扮女装，所以姑姑把他是在女儿房中。是啊，当真是啊。哎呀，母亲。就该当场谁分明，小生虽有千丈罪，一时哪里舍得清？姑姑是我父婆养红娘啊，千言万语他也不听，千错万错是姑姑错，事事不必挂皮人。你到了小弟归王内，不是真的以为无意。对，你到了妹妹归王内，不是真的为无意。你家小生啥是真情深，只恐怕坏了小姐好名声，把男人藏在闺房内，万事姑姑抢进门，此事啥是这样看，王府也没有对关系。是啊，此事啥事传扬开，处事要传递杭州人为了顾及王秀英，可怜我最问题，昨夜一笑不认罪，今日万家看公文。你是久闻兵，不错啊！想不到他是久闻兵，当年人来赛过亲，真是冤家路翁。倒不是离开亲他许东生。金公子，你本家呢一才子，道德文章身家境，几位小儿来无强，
此事我也不再给。天宝，母亲，怕送公子财富。是啊，寺中昨夜被抢进门，家中必定将我定，今日几人回家去，家母定要问原因，我实将真情说出来。母亲将我今日珍珠我若不把真情说，欺骗母亲不忠人，自也难，语也难，请老夫人来治理。他话中有话长生意，莫非是家之要一去修义？王家高来就家比，这门会不相催。季公子，乡里男扮女装，一年欲入4万，这样看去可断送你的贤人，我看不是也罢。送他是妈，此事我可不识错，只可惜昨夜有人同怪的，夫人所在家园做自杀，强亲只是他独自情。哎呀，母亲啊！提起那胡子之山，标准几个苏玉明，刚才已经上门来，我一直大义路真经，他定要大家相去转战，将妻子转变了杭州人。哎呀，一波未平一波起，半路上杀出人要听。哎呀，这是怎么办呢？母亲，这桩事已闹翻天，要想虽人万不能，女儿无力我世上，去对人提倡了残生。哎呀，哎呀，女儿，啊女儿，哎呀女儿，死不得，死不得，死不得。哎呦，还不快命人去做此山辜负相商，这是他不肯来呢。用8人大轿把他带来。季公子，季公子在我来。季公子，
是言这位美小女许配于你。小子高攀不上。朱言子，朱言子，小姐呀，既然伯母大人硬要将王小姐许配于你，那么你就勉为其难吧。公瑾不是聪明啊！快去接过大礼。好，我穆大人在上，随小婿一礼。喂，得下课出现这大美人。奇怪，真正的美人，还是天宝兄。